还有一个水店，那个白加杯，可以绑咖啡，可以绑咖啡。非常的手，来进行实战，大家加入。然后有别的经济上做海鲜啊，台湾那边海鲜，所以还有机会吃东西，然后这边那边做主播，然后等下吃好东西要赶回去做。进来的我们可以帮忙分享不常的分享。